新竹竹东除了有亲子园区，也有好吃的农产品，像是饭酥就很美味。我跟某某也特别在这里买饭酥。某某，你的饭酥哪里面呢？在哪里？知道。你不知道哦，饭酥都在外面哈，在外面。哇，你看，有啊。某某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看啊，都在外面，有看到啊？阿姨，你看好大的饭酥。真的耶！待会给你吃这个饭酥，好不好？你再去挖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边好多哇，紫色的。紫色的耶，猫，你看你最爱紫色的。好，紫色的你自己挖，用手挖。小的紫色的饭酥哎。我们看看还有没有。哎，一半在外面。啊，这个比较大，默默这个很大。在饭酥之后还有好玩的，那就是要控窑。先把干掉的土块堆成一个土窑，点燃柴火之后，接下来就把刚刚挖好的饭酥丢进去就行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了？哇，好棒哦！好，把它补上去。OK， 完成。完成。饭酥放哪？饭酥从这边。饭酥等一下从上面要先弄下去，再从这边丢。哦，好。我们要生火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生火。我们先把竹子丢下去。好熟了。哦。好了，那就再落去。哦，再把落掉，再拿那拿。哦，好烫好烫哦。再丢进去。丢里面一点点。好，这样。哎呦，没丢到。你看我这样丢进去。哇，不够里面。好，我们要这样子，这样丢进去里面。来，默默不够里面，我们要用竹子推进去，因为它很烫。哎，哇，你把饭酥往里面推。那饭酥熟了可以。你把丢饭酥推进去，烫烫的哦。烩饭酥用普普乐，松松又软软。看看我们某某吃的是津津有味。某某，你看好了，给你。烩饭酥用普普喽。烩饭酥用普普乐。对呀，赶快吃，一波给你。哦，你看。还冒烟呢，哦，烫烫的。某某，你喜欢吃饭酥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烩饭酥用普普乐。